今集嘅內容咧，就好想咧分享咧，我點樣令到自己咧，經常咧都可以保持到一個咧高能量嘅狀態啊！因為透過高能量嘅狀態咧，就可以吸到咧更加多嘅事情咧，在於我掌握我要嘅結果啊，我要嘅過程啊，或者我有啲乜嘢人幫手啊，或者我想達成啲乜嘢效果咧，完完全全決定於你有冇一個高嘅能量，因為能量越大咧，就運氣越好。你有冇為自己咧就做一個提升自己能量咧嘅模式啦，會唔會咧就係咧你過於投入咗咧喺你嘅工作啦、你嘅事業啦、你嘅感情啦、你嘅另外一半啦，結果咧就忘記咗為自己去提升啦。再加埋咧人世間就離唔開一種咧就係好容易就會受到別人嘅感染，再加埋我哋天生有兩個系統噶嘛，一個咧就係安全系統，一個咧就係呢個調教系統。而咧往往好多時啲人咧就為咗追求咧呢個安全系統咧，而忘記咧就運用呢個調教嘅系統，因為安全系統嘅最終嘅感覺俾我哋安全啊嘛。但係咧，如果你要自己咧叫運氣好啊，或者你想做嘅事情咧可以達成到嘅效果咧，就必定咧就離唔開咧就要運用咧嗰個咧就調教系統。點樣將自己咧調教到咧永遠在於一個最好嘅狀態、最高嘅能量咧？今日就同大家去分享翻啦。假如第一次入嚟睇嘅朋友咧，分享俾你哋知啊！我呢個 channel 咧最大目的咧就係咧分享俾大家知，就點樣咧可以透過高能量嘅狀態咧，令到自己可以掌握到一啲事情。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能量越大就運氣越好。呢個唔係 Ken Sir 嘅口頭禪，亦都係我自己咧咁多年嚟咧發覺到咧用呢一種態度啊，永遠提升自己嘅能量咧就可以提升到自己嘅運氣，亦都付諸喺唔同嘅人身上，亦都好多唔同咧嘅朋友咧，亦都證實過，令到自己嘅能量高嘅話咧，或者個狀態好嘅話咧，就自自然然咧就係嗰句說話，人逢喜事就精神爽。你點樣令到自己經常都有個喜悅嘅狀態咧？就係同於你嘅能量咧就好有關係啦。所以邀請大家再次提醒，記得就係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如果我今日講嘅內容咧可以幫到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咧，邀請幫手做一件事咧，將呢個內容咧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讓更加多人嘅受惠。而我嘅內容有邊方面咧，對於你最大嘅感受咧，可以留言咧去話俾 Ken Sir 知，順便俾呢個深深鼓勵 Ken Sir 啦，讓我繼續為大家咧拍更多就免費嘅影片咧，去幫大家咧就提升自己嘅運氣，提升自己嘅能量咯。唔該晒，唔該晒。提升自己能量嘅習慣咧，離唔開咧有以下同大家講嘅方法，其中一個咧就非常之重要嘅。你有冇習慣咧？有啲任何嘅事情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你都會從自己做一個沉澱咧，做一個冷靜咧，或者凡事咧有一啲咧阻力啊或者不如意嘅時候咧，因為人生不如意就十常八九噶嘛，因為你有你嘅人生軌跡，人哋有人哋嘅人生軌跡，人哋嘅人生軌跡所做出嚟嘅事情同你嘅人生軌跡所做出嚟嘅事情，大家嘅碰撞十居其九都會有呢個不合即係嗰個齒輪啊，大家咧就完全唔 match 啊，所以好正常地，人哋做嘅嘢唔啱你心水，你亦都做嘅一啲嘢未必啱人哋嘅心水喎。所以你有冇沉澱下，同自己咧去諗一諗，呢啲阻力我點樣去處理啦？好簡單，同大家分享4個步驟啦。第一件事就係咧有任何阻力嘅時候咧，或者有啲新嘅事情，或者有任何新嘅機遇嘅時候咧，第一樣嘢你有冇同自己咧講一句就係咧，我停一停先即係好簡單，你唔停嘅話咧，你唔去抽離嘅話咧，你繼續喺個漩渦入面嘅話咧，你永遠咧就睇唔到個真相咯，明白嗎？第二樣嘢咧就係咧，跟住咧就望清楚、分析清楚，揾多啲唔同嘅數據，再加埋今時今日好方便地有咁多 AI 我哋嘅支持啊！你基本上咧喺唔同嘅 search engine 入面咧，都會帶住有呢個 AI 或者唔同咧嗰啲 app 入面咧，都好多呢啲方法咧去幫到你㗎。任何一個新嘅機遇、新嘅機會，你們將呢啲資料嘅內容咧攞落去純粹參考啊，唔係信晒佢啊，盡信書不如無書啊。何況 AI 都係抄啲書出嚟嘅啫，啲內容明白嗎？咁你停咗就望一望啦，停咗望咗，分析清楚。望嘅時候就分析清楚。記住一樣嘢，你可以去問人，但係你記住一樣嘢，ask 到苦咯，問一啲識
個範疇嘅人，唔好咧就走去咧揾你搞清楚一樣嘢，信一樣嘢咧，就唔好咧就走去咧揾一啲你信嘅人，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咯，你嘅老友、你嘅屋企人，佢係好信任你，你亦都好信任佢，但係佢係咪嗰一個範疇嘅專家咧？有 Cancel 咁多年，你經常提醒自己一句好重要嘅説話 ，ask don't know 啊！我電腦搞唔掂，我梗係問個識電腦啦，唔通問可以問嗰啲煮飯卓越嘅朋友咩？明白嗎？假如我要煮一個某一種餸啊，點煮得好食啊？點樣煮鮑魚啊，或者煮聖子啊、煮大枝嘅話，咁我梗係問一啲煮飯叻嘅朋友啦，亦都食過佢一啲好美味嘅佳肴啦，嗰啲廚師啦，明白嗎？所以記住一樣嘢。停望搞清楚所有嘅資訊之後，我哋先做一個決定，做一個選擇，真係好似捉棋咁樣，下子不回噶。我做咗決定，咁啊唔該集中精神去做好佢咯。停望選擇，咁就咬實牙根，望住自己咧嗰個目標嚟去做咯。最重要嘅地方，你睇到呢啲新嘅事情、新嘅機會、新嘅人嘅認識，有冇望清楚一個目標嚟去行咧？但係呢個離唔開一定要做嘅工作就係先為自己做一個沉澱、冷靜去睇清楚先，明白嗎？另外一個咧，令到自己咧嗰個能量狀態可以提升嘅話咧，一定離唔開同你做嘅運動，即係唔係就係咁已係揈兩嘢啊，剩下啲。當然，如果你有唔同嘅叫做咧功夫啊，譬如你去耍太極詠春打木人樁啦，諸如此類嗰啲都可以做。但係我最主要鼓勵大家所做嘅運動係乜嘢咧？可以提升自己個心肺嘅機能。因為點解咧？心肺機能最大嘅影響力係啲乜嘢啊？當你嘅心臟跳得快咗嘅時候，因為你做運動啦，咁跳得快咗嘅時候，咁係咪多咗嗰個叫做張力啊？脈搏嘅張力啊，嗰個強度咪會提高啊？另外你個肺，當你做運動嘅時候，不停咁去跑到索晒氣嘅話，咁咧令到咧積存咗好多廢氣啊，你藏喺個肺入面咧，嗰啲廢氣啊就會走到出嚟咯。明唔明白啊？所以呢一方面咧，最重要嘅就可以係舒緩咗你自己嘅肌肉入面咧出現咗嘅情緒壓力或者所有嗰啲抑鬱、壓力、唔開心咧，都可以咧去釋放咗出嚟咯。你釋放咗啲阻力嘅嘢，咁咪暢順咯。所以點解就係運動係可以最簡單就係提升你嘅個人能量咯。望到今日你笑咗未啊？你有冇笑？仲有一個習慣咧，就係咧，我哋好多時咧，好多朋友咧就疏忽咗喺道理上面個個都知，但係咧唔知道咧就點樣可以經常 keep 到自己嘅呢個真係要靠你自己去令到自己習慣嘅，因為習慣係點嚟噶？咪就習慣翻嚟咯。唔知點樣去習慣嘅話，咁咪經常揾一啲方法提醒自己咯。你可以將嗰啲咧要自己每日要做嘅嘢，你可以寫喺你嘅電話度做你個 wallpaper， 即係你每日一開電話就望咗未啊？笑容你望到人有冇笑啊？你係咪由個心咁喜悅咁笑出嚟咧？如果你識得同人笑嘅話咧，咁恭喜你啦！咁好簡單，笑係一個吸引力嚟嘅，笑亦都係咧一個咧放鬆自己，令到自己嘅內在好多唔知咩化學物質咩多巴胺咖啡肽諸如此類我唔識就會咧分泌出嚟，你個人唔係會有呢一個暢順咧嘅血管出現咯，暢順嘅血管咁你個人嘅能量咪會提升咯。記住一樣嘢提升到你自己嘅能量，不單止令到你包圍住你呢一個氣場可以加厚提高，因為啲加厚同提高話咧，就會直接影響到你嘅感染力人哋點解會第一次見到你就會信任你點解你可以有咁有一個號召力你講説話會咁多人聽因為你個氣場夠厚咯。咁點樣可以令到你氣場夠厚你自己信唔信自己氣場厚但係最簡單點去鍛煉你有冇自己嘅笑容咯？如果你習慣到多啲去笑記住係真係笑唔好皮笑肉不笑笑到好唔可以假明唔明白即係如果你連笑都未笑得出嘅，點樣會令到你有啲好事發生大佬，你係財神你會唔會俾嚿金呢啲苦瓜乾我係咪應該俾條水喉或者俾杯水你飲下，唔好咁乾唔好咁 dry 所以你有冇為自己去提升你嘅笑容咧？呢樣嘢好重要嘅記住一樣嘢，所有嘅說話你又係用緊講緊一啲正面嘅內容定係負面嘅內容咧？因為最重要嘅地方咧，我哋嘅說話係好有力量嘅。有冇聽過咧？好多時咧唔同咧我哋東方咧就有咩道教啲道家啲道士所用緊嘅法術咒語
修佛啊就唔同念啊，嗰啲唔同嘅叫做菩薩名啊，又會有呢個梵文，有好似咒語咁啊。就算西方嘅身心靈啊，或者一啲叫靈氣啊、chakra wave 啊、諸如此類啊，呢啲咧全部都有唔同嘅音頻啊。呢啲音頻最大力量就係咩咧？就係震動嘅粒子，而個粒子亦都可以改變我哋自己身體個氣場啊嘛。咁所以你有冇咧去講一啲說話，令到自己咧呢個粒子產生震動，而令到呢個氣場咧可以得以轉換或者加厚咗佢咧？好簡單，你有冇習慣講個好字啊？凡事如果你講個好字嘅話，你習慣乜嘢都用個好嘅態度嚟去睇嘅話，用好嘅說話去同人講嘅話，咁你就好自然，就好容易，就好快脆就吸到好多好事發生。好多朋友都好想有好多嘅金錢咧，就兜口兜面咧咁樣吸埋嚟啊嘛，咁樣衝埋你度啊嘛。咁你有冇個好呢一個字去提醒自己咧？吸錢翻嚟你又好啊，咁你有冇嘢去接住你嘅錢咧？你用緊啲咩工具咧？最簡單一樣嘢啊，有冇工具？好簡單，吸到埋嚟，你執得幾多得幾多啊？起碼你都吸到埋嚟先啦，明唔明白？所以你有冇習慣同自己講個好字咧？好短時間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咧，話晒咧有一次咧有個皇帝咧就同埋佢嘅丞相啦，咁出外打獵啦，咁點知啊一樣嘢咧就失散咗，咁咧就失散咗嗰度成隊軍隊啊，就剩翻咧皇帝咧就同埋咧呢一個丞相，咁咧跟住皇帝就唔小心就行路啦，咁啊冇咗橋啊嘛，冇咗繩啊嘛，咁啊行路就 PK 啦，趴咗落地下喎，跌斷咗隻手指喎。咁個丞相係不自覺講話好字啊，皇上好啊，一樣嘢雖然跌咗手指咧，都仲有條命啊，剩咁樣。個皇帝就好嬲啊！我已經痛到阿娘親都唔認得噶啦，太后都唔知認唔認得我啦，你仲話我對斷咗手指係好？咁結果一樣嘢咧就趕鬼咗咧嗰個丞相咧就走我唔使理啊，我炒你魷魚啊，我以後唔想見到你啊！但係皇帝唔記得係得翻啦，你哋兩個相依為命嘅狀態，咁結果就個丞相走咗啦。咁結果咧個皇帝就好彩啦，又遇到一班人啊，嗰班咩人咧？嗰班咧就係啲 local man，嗰啲 local man 係啲乜嘢啊？當地嘅土人係一啲食人族嚟嘅。咁見到咧就皇帝，好啦，我哋好耐冇拜神啦，好耐冇祭天啦，咁啊捉咗個皇帝洗白白。準備咧就擺上去咧個爐度咧玩燒烤噶，咁個祭司啊，咁嗰個族長嘅酋長入面嗰個祭司咧就檢查呢一個 body 發現到原來佢斷咗隻手指，咁就話俾你聽，唔好意思酋長呢個人唔可以祭天，我哋唔可以攞個不完美嘅人咧走去祭天，咁結果咧就放咗皇上咯。咁好啦，咁皇上就唔知行咗3日3夜咁翻到去皇宮啦，咁咧就見到丞相喎，跟住丞相梗係掉頭走啦，咁皇帝就話好啦，你好啦，繼續講個好字你唔好走啊，咁捉住咗丞相，咁丞相話皇上好開心見到你啊，咁樣我對你好好噶，你放過我啦，咁個皇帝就話咧多謝你話俾我聽，真係好我斷咗隻手指，雖然我係好痛，但係咧我得翻自己條命咁丞相就話好啊，咁我話咁皇帝就話咁你講乜嘢好啊？咁好彩就啲土人就捉到你咯，如果捉到我嘅話，我咪變咗燒豬咯，明唔明白啊？所以其實任何事情，你有冇用一個好嘅態度咧嚟去睇嗰件事咧？如果你願意去用個好嘅態度去睇嘅話，咁咪有好嘅事情發生咯。任何嘅事情啱你心水嘅，你固之然係要好啦。唔啱心水嘅話，其實會唔會諗緊一個字眼叫做逆加持咧？用一個負面嘅地方嚟去訓練你咧？記住一樣嘢，不如意嘅事就係訓練你點樣令到你自己做到如意咯。亦都訓練你提醒你去做咩啊？講個好字咯。另外一個情況咧，可以經常令到自己嘅心境開朗保持一個高能量嘅狀態。你有冇感恩？可能你覺得經常你講埋啲山是石頭、海是水嘅內容，阿媽都係女人呢啲好似冇乜特質喎，但係你要記住嘢。如果你今日明白我，或者我今日所教你嘅方法，或者分享我自己用緊嘅方法，你真係可以透徹咧融入到喺你嘅生活嘅話咧，我可以夠膽講，必定有妙不可言咧嘅事情咧喺你自己嘅身上咧就發生。第一，其中一個咧就係咧，你有冇去做呢個感恩？點樣感恩啊？你有冇將自己去放鬆自己，合埋眼嘅時候咧，同自己講一句說話咧我好感恩。我感恩咧，我擁有咧呢個百萬富翁嘅思維。我完完全全咧感受到好有多錢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嘅感覺。
你有冇去同自己咁樣講咧？其實好簡單地咧，我經常咪同你哋示範啲錢兜口兜面咧咁樣去衝埋嚟嘅。其實係一個咧，其實都等於一個感恩嘅狀態喎。因為呢種狀態就會令到你自己即係感受到、感覺到啲錢去飛埋去你度喎。你多到啲錢咧，多到你接都接唔晒喎。有冇你想成為嗰個咩人咧？經常成日喺唔同嘅 channel 啊，經常都會有講解啦。你自己想成為個乜嘢嘅人咧？你真係好想成為某一種人嘅，你有冇感恩到你自己咧？直頭啦，我感恩到我自己咧，已經可以成為到咧就一代宗師啦。我已經有咧就幾千個咧就唔同嘅學生啊、徒弟啊去 follow 緊我，就不停咧就去咧諮詢緊我點樣可以令到佢自己嘅運氣提升啊。感受到咧就係咧佢哋咧喺坐晒喺我面前上堂啊，每一次去上堂我唔係諗住租課室啊，我係要租乜嘢啊？可以咁簡單地咧就係要租呢個醫館啊，香港嘅伊利沙伯體育館啊，入面坐係3644人啊。我每一次咧教學生，我要租呢個場地嚟去教佢哋啊，點樣喺個八字入面咧幫一個人去提升啊。一個例子入面咧點樣去造就到一啲人啊？點樣為生命創造一個價值啊？你有冇感恩到自己已經做到啦？嗱，呢個感恩唔單止淨係一個感恩喎，仲係一種咧想像力喎。所以你有冇知自己想成為咩人咧？唔緊要㗎，你初頭你就算你知自己想成為咩人，但係你掌握唔到嗰種感覺，經常同自己去講啊，經常自己去練啦。你記住，你呢個人有夢想嘅話咧，有諗過要成為咩人嘅話，呢個夢想就令到你咧就有強而有力咧嘅推動力係會出現，你嘅感染力就透過你嘅推動力咧就會倍增，好似渦輪增壓咁樣就會有強烈嘅爆炸，呢種爆炸就會吸引到好多人咧就嚟圍繞住你。Ken Sir 咧早1年幾2年嘅時候咧就大病咗一場，咁透過咧呢啲過程咧去做一個動作咧，就提升自己嘅能量，就發覺到好得意嘅。其實呢段時間咧，我長時間喺屋企去休養啊，但係透過我自己呢份感恩啊，同埋呢個想像力，吸到好多嘅學生咧係參與我嘅課程，參與我嘅網課，或者要跟我去學唔同嘅內容，甚至乎好多人都話要走嚟做我嘅入室弟子。當然我一定要搞清楚佢有冇個資格，有冇種態度啦，係咪一個正能量嘅狀態啦，定係咧佢純粹嚟攞料啊？明唔明白啊？所以你有冇為自己咧去感恩咧，去感覺一下感覺到嗰個恩情啊？感恩係唔係就咁念口喎？我今日咧就感恩收到錢，我今日感恩咧邊個煮飯俾我食，我感恩咧今日咧搭巴士咧就順利翻到屋企。你要記住嗱，呢啲都係有效嘅，不過唔係最有效，因為你只係將一啲咧就過去式，將啲 past tense 嘅嘢咧去咧描述翻嚟，但唔緊要。都好過冇，都係一個提升能量嘅過程。但係咧，你可唔可以將啲未發生嘅事情咧，都去感恩咧？如果你可以咧，將未發生嘅事情都感恩到嗰啲你未發生嘅事情，就會因為你嘅感恩而令到嗰件事就喺你嘅身上係會出現，甚至乎係咧超乎你自己嘅理想。簡單啲咁講，就叫做超額完成咯。所以感恩呢一個力量係好大，亦都好得意地。Ken Sir係好多時咧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啊、難題啊，或者有棘住嘅地方咧，都係靠呢一份感恩，感受到見有問題解決咗之後咧，有幾輕鬆咧，感受到咧就係咧一啲人處理咗嘅事情之後咧，大家會見面嘅時候又幾開心咧，一啲誤會大家勇敢去面對，感恩呢一個面對嘅過程。我未去同佢傾，但我感恩呢個面對嘅過程，我哋都可以處理到，令到自己咧擁有一個啦釋放咗個能量啦，因為未做都釋放咗啦。咁你去做嘅時候，係咪可以超額完成啊？有一個高能量狀態去處理啊，所以唔好睇小感恩呢一個真正嘅心態咯。Have do be 定係 be do have 咧？你真正懂得感恩嘅係識得點樣去 be do have 你。想象自己係咁樣，就去做嗰件事，就會擁有嗰件事咯。你要令到自己擁有個能量咧，你真係要學懂一件事情啦。Ken Sir有陣時咧就會講下我自己咧去學習嘅過程啦。好多老師咧，因為基於佢想分離咧，不過亦都好感恩啊。真係佢哋咧想將一啲信息去傳遞俾我哋咧，就會
用一啲咧就係咧通俗少少嘅內容啊，或者平民化嘅資訊咧，同我哋去溝通。好簡單，如果你想自己能量去提高嘅話咧，記住一樣嘢啊，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就係你有你去死，我有我翻屋企。呢個世界任何人有權做任何嘅選擇，任何嘅選擇你要記住，所有係佢嘅問題。佢走嚟問你，你未必一定要答佢。佢走嚟問你好唔好咁樣做，你要記住一樣嘢，你有你去死，我有我翻屋企。記住4個字，關我鬼字，關我蛋字，總之唔關我事，明唔明白先？記住，所有嘅人哋有人哋要行嘅因果，我哋去做嘅只係創造自己嘅因與果，搞清楚個因果係乜嘢啊！唔好將啲問題就擺落喺人哋身上啊，係因為人哋種落個因，令到自己享受緊呢一啲咧唔如意嘅果啊！點解你讀書唔得卓越啊？邊個咯，成日嬲我鋤大 B 咯？搞清楚，你唔將個站擺人哋度，你有權可以唔去噶嘛？明唔明白啊？所以搞清楚一樣嘢，因與果，咩叫因與果啊？我諗下一樣嘢，我做呢件事情會帶來啲乜嘢嘅後果咧？如果我咧唔去飲水嘅話，我又咪會乾咯，體力咪會下降咯。唔飲水就係因導致你體力下降、身體差，呢就係果咯。嗱，呢啲就要自己承擔負責任翻嚟自己嘅因與果，明唔明白？所以你必定咧要有一種咧就係咧態度啊，要識得去咧臨界啊，即係換句說話講，健康界線，所有嘢都有一個邊界感。你要記住，人哋嘅事就人哋去理我唔係唔去認知，你係搞清楚，我知嗰件事同我參與嗰件事係兩回事嚟噶。唔好諗住一樣嘢好簡單一樣嘢。講咗一個好真人真事嘅例子，我試過 Ken Sir 有一次咧去幫人哋去睇風水喎。咁睇風水做啲乜嘢啊？去幫佢揀屋啦，喺一個咧唔同嘅丁屋好多間嘅。咁咧佢就唔知揀邊一間好點樣配合門口主人房爐灶點樣去配合嘅。咁佢睇完之後啦，咁多間咁就即係我就純粹以風水嘅角度啦，開咩門明堂用萬馬就富貴甲天下床嘅床位係咪咧？對於你嚟講咧，出現呢個啦，身氣延年天意可以幫到你嘅能量提升當然啦，呢啲係我嘅專業啦。咁好簡單跟住佢就問我啦，呢度3間屋一間咧就係500萬，一間就520萬，一間咧就呢一個580萬，問我揀邊間好。我話我唔需要知你嘅價錢，我淨係話俾你聽邊一間咧個入面咧個來龍去脈各樣嘢邊樣嘢係好嘅啫。你用咩價錢去買咧？呢個係你決定你覺得值唔值亦都係你決定。我即係話俾你邊一間係最好。你記住，呢啲係有自己嘅邊界感，你唔好隨便就俾意見人。因為點解一樣嘢，佢嘅衡量緊就係個價錢嘅問題，我就衡量緊邊一間我可以造就到佢嘅問題，明唔明白？而結果佢就會問我Ken Sir 你點睇呢間580萬，但係你又講到係最好喎，成日我話唔好意思，我就只係咧就幫你咧去揀最適合你嘅屋。到底用咩價錢去買咧？呢個係你嘅事，唔關我嘅事，明唔明白？如果你咧凡事乜鬼嘢咧都要走去做大合理多咗你自己嘅事嘅話咧，咁你真係入咗人哋嘅因果，入咗人哋嘅因果就變相咗你要孭埋人哋嘅飛。人哋做得好又唔會多謝你，做得唔好又會怨你拗贏又冇拗贏又冇錢，拗輸又冇面。因為點解你可能去多時走去教人哋嘢，應該點樣做，唔應該點樣做。你記住，咁你咪即係中入人哋嘅因果咯。咁你冇咗個健康界線，冇去保護自己咯，明唔明白？所以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你搞清楚你自己嘅健康界線，要好好地有自己嘅臨界線咧去保護翻。如果唔係你超出嘅界線嘅話咧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超出黃線就有危險明白嗎？一定要好好地保護自己，咁你咪永遠就可以保持到有純潔嘅能量咯。因為你冇入去人哋嘅因與果，咁嗰啲能量無論正面定負面嘅效果都與你無關咯。記住一樣嘢，我哋做人咧，所有嘢都一定有4個字。你可能我覺得會好現實或者咧好計較記住呢4個字就係咩？就係目標為本。因為你冇一個目標，記住你做一件事情最大嘅目的想達成一啲效果噶嘛。要錢又好，要關係又好，要名成利就好，或者要沉澱自己，要滌淨自己又好或者要想一個空間俾自己去靜下都乜嘢都好。記住一樣嘢，呢個你最想要嘅目標。
但係記住一樣嘢，呢個目標你有冇好似頭先我講感恩咁樣去感受一下自己做到嗰個效果咧？真係有間屋好寧靜咁俾你坐喺度閉關啊！你中意睇書又得，睇電視又得，打機又得，畫畫又得啊，做任何嘢都得啊！攞啲書本做研究又得。咁你有冇感受到咧？就嗰個中間嘅過程啦，其實都係重複講翻一句啊！你有呢個目標嘅話，呢個目標就係你想達成嘅。呢個達成嘅目標有乜嘢價值咧？係咪你嘅夢想咧？呢個價值係咪令到你好有澎湃嘅動力要達成咧？如果嗰件事情咧，嗰個目標唔係令到你有興奮嘅感覺嘅話咧，冇一種澎湃嘅感覺嘅話咧，咁我想問，咁呢一件事對於你有啲咩價值咧？如果冇呢個價值嘅，咁何需要嘥時間咧，嘥動力去做咧？明白嗎？記住一個好重要嘅習慣啊，目標為本啊！你冇目標嘅話，真係人生冇夢想就同條鹹魚冇乜分別咯。經常一個好得意嘅習慣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啦。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會好中意咧，就企喺窗邊咧就望街嘅。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住唐樓，就住8樓，咁啊當然一樣嘢就練到我非常之身體好啦，行樓梯都行到你咧隻劇咁噶啦。咁當然啦，行慣咗就唔覺啊。我喺8樓嘅時候咧，我童年嘅時候咧，我永遠咧都係望住條街，而我咧當時住緊嗰個唐樓咧，而家仲喺度噶嗰間屋。咁啊，望住個十字路口，嗰個十字路口咧就經常咧就人來人往啊，啲車點樣行過啊，啲人衝出馬路啊，俾架車去撥啊，跟住咧又喺樓啊，係望到條街咧，又望到咧就某間餐廳咧，各位阿叔啊，又望到咧邊間士多咧嗰個阿姐啊成啊咁，有時好得意嘅，咁咧就去咧抽離自己咧喺高處咧去俯瞰咁望條街，令到咧就好得意，好人生百態啊，好有一種抽離啊，大地在我腳下，一種咧即係叫做居高臨下去呢個城池啊，睇見你哋喺夜晚啦望街嘅時候就見到萬家燈火啊，好一個好繁榮嘅景象啊，家家都喺度食飯啊，有人睇電視啊，又見到望到對面屋咧邊個啦，其實我唔識佢㗎，喺度做功課啊，成邊個兩公婆咧又喺度叫做唔同嘅溝通啊，講嘢大聲我又聽到，因為嗰啲唐樓好鬼貼㗎嘛。邊個咧就喺度咧同人煲電話啊，成咁樣又講緊邊個男仔就追佢啊，邊個又講緊即係嗰個男仔有咩好，好多呢啲咁嘅內容啊，去接收到。但係我有一個更加咧好得意嘅習慣，除咗望街之外咧，我亦都好中意咧就望住個天好望住個天咧就好有一種咧無盡嘅天空啦。亦都好有就闊落嘅感覺啦，所以咧我住嘅屋咧就好中意嘅第一件事咧，可以望唔望到個天咧，因為望到個天咧，你感覺到自己咧仲有好遠嘅路啊，有好多嘢自己好想達成啊。其實咧你望得多咧，其實某等同咗一樣嘢去沉澱自己，沉澱咗自己有咩好處啊？沉澱咗自己嘅唔係可以咧，令到自己咧就咧有一個更加想要求自己更加高嘅感覺咯，天比高啊嘛，你去到一個更高嘅層次更高嘅位置，咁呢種更高嘅層次、更高嘅位置嘅理想，就會令到我增加更加大嘅能量，令到咧望完之後咧，即係好簡單，對住個天發呆睇住啲雲咧，就喺度咧移動成咁樣。或者咧嗰陣時我細個咧即係我爹哋咧就帶我去呢個公園遊樂場玩呢一個盪千秋上滑梯之外，我好鬼中意咧就瞓喺咧就挨喺嗰個咧有個嘢氹氹轉。唔知而家仲有冇我啲小朋友就已經10幾20歲，我又冇去同佢哋去呢個公園嘅，但係佢哋好中意玩嗰啲咧，又類上滑梯嗰啲成咁，但係好似冇咗嗰個氹氹轉嗰個。經常細個好中意瞓喺嗰個氹氹轉嗰個中間度咧，就咩望住個天咯，睇住啲白雲移動或者瞓喺個搖搖板成咁樣，咁即係打斜瞓喺度幾舒服噶成或者我嗰陣時喺一個叫做我婆屋企喺林村。咁就係咧挨喺一個天台咁攞個抹隻咁望住個天，其實好鬼舒服嘅感覺。望完之後個人係充滿力量、充滿能量嘅，明唔明白啊？所以咧，你有冇呢個習慣為自己去叉下電咧？望天係可以令到自己叉電喎，唔係叫你望天打卦，只係望住個天去想象一下自己如果同個天再近啲又會點咧？或者望住個天，令到我自己有一種咧胸襟豁然開朗嗰種感覺，好有嗰種咧，如果有埋風嘅話咧，真係咧好浪漫嗰種咧，風繼續吹嗰種咯，唔好嘥咗個機會啦，自己爭取啦，去多啲去望下街，又望下天，
望住個街就好似自己做皇帝，大地做我閣下；望住個天又睇到自己咧，仲有咧無盡嘅天空，我有大把嘅空間俾我去飛翔咯。試一試啊，翻嚟分享俾我知啊！你做完呢啲動作有啲乜嘢嘅感受啊？佢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咧，當你自己咧又無論有時合埋眼啦，你合埋眼有冇真係認認真真令到自己寧靜咧？唔使多嘅，如果你真係你話俾我聽，我好忙冇時間做嘅，1分鐘啦，2分鐘啦，3分鐘啦，5分鐘啦。嗱，我又唔會叫你去聽啲乜嘢嘅音樂喎，因為記住一樣嘢，音樂係按唔同人咧嘅頻率咧唔同嘅。即係大家知道 Ken Sir 咧係好精於咧有一套咧就盤古靈數幫人算命。嗱，我呢度唔係推廣呢一方面，但係你有興趣學嘅都可以揾我。但係我想講咧，所以發覺到咧，每一個人咧身上面咧帶住有唔同嘅5行嘅能量嘅頻率，所以我唔會建議你咧特別去聽啲乜嘢嘅音樂，因為最緊要一樣嘢同你嘅能量狀態配唔配合。但係我就會好鼓勵做一樣嘢，我會好鼓勵大家做一件事情咧，就係咧閉上你嘅眼睛。放鬆你自己，同自己嘅內在溝通。好多書本入面咧，亦都咧講解過，好多身心靈咧嘅老師亦都教過，好多唔同嘅朋友咧，亦都分享過咧，同自己嘅內在溝通。呢個內在就稱之為叫做臨在啦、高我啊，或者一種高維嘅思想。你想訓練自己嘅能量大嘅，你有冇擁有嗰個高維度嘅思想？高維度嘅思想從何而嚟咧？無論任何嘅宗教，佛陀就講過啦，眾生皆可成佛，因為我哋本身嘅身體亦都係擁有佛咧嘅種子，或者擁有佢嘅元素，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亦都就係基督教入面所講過，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每一個人咧都係擁有佢嘅道路真理嘅。咁你自己有冇咧？好簡單，點解會咁樣講咧？其實呢一段內容咧係橫跨咧所有嘅宗教。如果你有宗教嘅潔癖嘅，你當冇聽過啦嚇。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如果你懂得去同自己嘅內在溝通，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咧如果統稱嗰啲叫做神啊，我唔理佢係佛啊、菩薩咩大士又好乜嘢道長乜嘢高人都好總之好簡單，好多嘅聖賢佢哋去到咧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嗰種境界咧。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佢哋係咪真係咧有個神 fit 一喺佢面前出現咧？其實唔係㗎，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體其實係咩啊？係代表咗咧同咧天界咧創始之神咧係一模一樣。最大嘅關鍵係啲乜嘢？我哋入面嘅內在就係有一個 channel。有一條頻率，有一個叫做寬頻，就可以同神可以連結到。而咧，你透過呢個連結咧，基本上咧你就無所不知嘅。不過你自己有冇發覺到啫嘛？有一本書就講過啊嘛，感受係靈魂嘅語言啊嘛。你有冇同自己去感受下你自己咧？因為你懂得咧去同自己嘅靈魂溝通，或者同自己嘅內在溝通嘅話咧，你就會咧攞到好多唔同嘅資訊，亦都俾到唔同嘅力量你。當你咧有呢個情緒波幅壓力、抑鬱、唔開心面對三衰六禍面對個三衰嘅時候點處理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嗰10常八九入面10件有9件都唔如意嘅，咁應該點去處理咧？其實來來去去之前 Ken Sir 所講嘅任何方法都講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寧靜咗自己，沉澱咗自己，最大嘅目的係咩？同自己入面嗰個去溝通。你呢一個溝通，你就會發覺到，你可以去問下佢，我想成為某某人，我點樣去做到咧？佢未必即刻去答你，因為你會發覺到呢種咧，如果佢有嘢即刻答你嘅話咧，一係你就好夠寧靜，一係咧你有精神分裂或者呢個思覺失調。但係咧，好記住一樣嘢。呢一種內在嘅溝通咧，點樣證明嗰個咧係你嘅內在去話俾你聽咧？就並唔係一樣嘢就自圓其說，自己呃自己。而入面最重要嘅地方係話係出現啲咩情況咧？有一啲原則嘅。如果你呢一個內在收到嘅信息嘅話，係擁有呢3個原則嘅話咧，咁呢啲信息你就可以值得去參考同埋去運用。因為亦都透過咧呢一個過程入面係感受到自己個靈魂教咗自己好多嘅唔同嘅資訊，亦都咧。簡單啲咁講，傳統嘅日論命點解 Ken Sir 會研究到呢個盤古靈數？點解電話號碼數字可以有雲展到咧，幫到咁多人有效果？而我用嘅風水方法就簡單到就係人都學得識啦。因為最主要一樣嘢，我同我自己嘅內在溝通。內在溝通，我唔係淨係信晒佢㗎。記住一樣嘢，你自己有陣時諗多咗自圓其說
都會有一個叫做咩啊，自己呃自己嘅狀況。點樣可以揾到出嚟係咪自己呃自己呢？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呢個重要嘅原則就係咧，你同自己呢個溝通俾出嚟嘅答案係咪喜悅咧？嗱，喜悅令到自己真係由個心入面咧感受到一種咧就係做到啊！佢呢種程式咁樣做到，你會幫到人哋有啲咩效果，慳到幾多時間？點樣令到咧就係咧你擁有一更加shortcut 嘅方法咧，令到咧人人都可以受惠咧？呢一個有冇呢一份喜悅咧？就唔係咧就自己氹自己嗰種開心喎。第二種咧就係咧有冇一個真理咧？點為之真理咧？記住所有嘢都好科學化嘅。有咁嘅大膽假設就要小心求證。好簡單地咧就係咧八字入面咧有個神字嘅人咧就比較執着嘅。點解啊？因為入面有個武貴合。咁呢一個係內在話俾我知嘅。咁我就去將咧我身邊嘅所有嘅八字識嘅朋友有個神字嘅人，睇下佢嗰個範疇係咪咁執着。結果我研究咗幾百個有個神字嘅人咧，佢都會有嗰份咧喺嗰個範疇睇下個神字喺邊個位置有一份執着。咁就係咧以果求因去揾到一啲真理出嚟咯，明唔明白？同埋咧，你更加重要一樣嘢喎，你感受到有喜悅，亦都有印證到啦。同埋呢一個法門呢一種方向呢種方法係咪咧就係咧令到更加多人容易去學習到，或者更加容易明白咧個精確度會更加高咧？咁基於呢幾個原則嘅，你所有嘢都係揾到翻嚟嘅答案係 positive 嘅，即係會想係一個正面嘅答案。咁呢啲咪就攞出嚟去印證咯。最重要嘅地方，我係印證到翻嚟咯。但係呢啲從何而來啊？你可以話叫做 channel， 喺身心靈嘅朋友就會明白咩叫 channel 啦。其實好多方法，無論任何嘅天使靈氣唔同國家嘅天使靈氣或者扣井又或者有唔同嘅靈擺其實個靈擺嗰啲全部都係你自己嘅高我去話俾你知。點樣去占卜點解早1秒你又唔占卜下1分鐘先至去問點解你會揭書就揭到呢一個315頁點解咧你下1分鐘再揭書嘅時候咧，同樣都係大約300頁，不過有367頁咧，明唔明白其實呢一個內在咧，亦都經常咧喺我哋身邊，即係其實佢係咧代表咗神同我哋嘅溝通可能我講得好圓，或者講得自己好無邊際，但係記住一樣嘢，你懂得去點樣運用呢一啲靈性嘅內容去同自己溝通嘅話咧，同樣咧你亦都知道點樣為自己咧嗰個身邊嘅氣場咧去提升。呢啲就係我經常咧同自己咧嘅內在對話。呢個內在對話令到自己更加喜悅、感恩所有嘅事情咯。我以上分享咗咁多唔同嘅資訊，到底邊一樣嘢對於你係最有效呢？當然呢啲我全部我自己係用緊做緊嘅，咁離唔開仲有好多啦，身體健康啦、飲食注意剩下嗰啲。但係你要記住咧，能量好嘅話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令到你自己帶出一份喜悅。如果你咧每一件事咧都願意咧去為別人咧送上呢個祝福，送上呢一點愛，或者甚至乎係送上咧一個指引，即係好似揸住盞燈為人開路，或者帶人哋點樣行出佢嘅迷思嘅話，即係正如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啲內容，都係幫大家去咩去提升翻你自己，幫你去揾翻你而家應該行緊嘅路。我唔知道你現在嘅能量狀態係點，如果你嘅能量狀態或者仲有更加多可以令到自己能量提高嘅話，可以咧教下 Cancer 教，你可以將呢啲嘅內容咧分享喺下面嘅留言咧，讓我去更加容易明白同埋更加容易去知道原來仲有啲我自己未體驗到嘅方法。咁多謝你先明唔明白如果世界各地嘅朋友你睇完呢個 video 發覺到一樣嘢，邊一樣嘢幫到你嘅，留言話俾我知又或者咧邊一樣嘢你係已經做緊又好有效嘅，咁支持翻我嘅論點唔該晒。咁如果大咁當然，如果你話要追求，會唔會有啲方法係快啲嘅？頭先嗰啲方法已經好快，第一又唔使錢，第二咧只係你自己控制你自己嘅時間，好簡單地你去分析、去沉澱停望選擇先至去做呢啲全部都係你自己嘅內在同自己嘅叫做分析同自己嘅叫做溝通。你懂得去感恩嘅，呢個都係你自己選擇。願意去沉澱同自己嘅臨在、同自己嘅靈魂溝通，每日1分鐘就已經足夠啦。或者你可以做到耐啲，咪做耐啲咯。不過如果你發覺到做耐咗會胡思亂想嘅，咁咪唔好做咯。簡單啲咁講你可以沖完涼，令到自己最感受到最乾淨嗰剎那就咪做咯。或者你瞓醒覺
望住個天望一陣個天，你先至去刷牙洗面着衫又得，或者你去望住個天嘅時候睇一陣又黑埋眼，又去感恩你自己我已經擁有啲乜嘢嘅智慧或者成為咩人，悉隨尊便呢啲係我經常都做緊，亦都有效嗰個方法為大家分享，亦都最重要一個好重要嘅原則，為大家送上呢一份愛同埋祝福，再加埋送一點光，令到大家行出你哋自己嘅陰霾，行出你自己嘅路向咯。咁你話有冇啲快啲嘅方法？咁當然你要改你嘅名字，重新設計電話號碼，或者為自己間屋去點樣去調校咗個風水，借呢個環境能量，又或者好簡單地睇通自己嘅八字，知道自己原廠設定邊一個範疇，我最容易掌握到個能量嘅，呢啲都可以。不過最簡單你起碼頭先我同你分享嗰啲方法係又唔使錢，又簡單，亦都可以幫到你咯。但係你如果你係想用一啲額外或者捷徑呢個方法嘅，你先得再聯絡 Ken Sir 啦，可以嘛？咁今集咧為大家送上愛祝福同埋呢一個光明路咧，就講到呢度啦。大家有其他類似嘅問題，或者有其他類似嘅想知嘅答案，可以留言話俾 Ken Sir 知或者想有啲乜嘢唔明都可以 WhatsApp 去問 Ken Sir 嘅，可以嘛？下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